得到主你的排比甲引带。愿上帝你赐予阮下面的时间，互阮更加来认捌，要安怎样伫为人代祷，为家己的性命来祈祷，为着侪侪人的性命的需要，为教会、为福音的工程来付出代祷的代价。阮相信，阮的环境、阮的性命、阮所看见的人的需要，拢会因为主你的疼痛甲主你的安排，应允阮的祈祷的上帝，的确为阮来排比。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大家平安哈。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手边的资料哈。我们今天进入了解我们的代祷勇士的挑选哈。咱之前有讲到这个要做这个代祷勇士的挑选哈，需要有灵命成熟跟品格端正。那我们今天要看第二个部分，也就是说，在整个代祷勇士的挑选当中，我们要成为一个代祷勇士、勇者，然后一定要对祷告的事工有所呼召了。好，也就是说，那我之前无书拢咧讲哦，咱拢看有人的需要，看有人的不足，咱嘛看到教会问题，看到人生活的困难，但是咱要安怎会当有这种的呼召，会去为着人的需要来安怎付出祈祷的代价？我想这是对祷告事工的呼召了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对祷告的事工一定要有呼召，你一定要有感动了哈。好，咱来看，其实代祷勇士应该祈祷有一个足清楚的呼召甲负担，伊会愿意付出为别人代求的时间和代价。好，代祷勇士应该要对祷告有清晰的呼召跟负担。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2章6到7节，好，以赛亚书12章6到7节，哈，咱把圣经也当然可以来看，啊，在我们的手册上面，哈，这个学习单上面，我也有把它列上去，哈，你买当来看。有一张给我，有空白的给我，有空白的吗？没有。好，都翻到了哈，那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62章6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好。来，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啊，你把守望选起来。好，列信经是你也列那个选。他们终日终夜总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成为地上可赞美的。好，这段圣经节哈，咱做评测，咱嘛看见啊，这段圣经在你若看以赛亚书第62章，对第1节到第12节，好，这段经文是当时候以色列人带来一个极大的安慰。以赛亚先知来提醒他们，即使他们被掳，好，被掳到巴比伦，在这个艰难的处境当中，哈。上帝仍然掌权，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必然实现。好，所以对现在的使徒，对咱这卖信徒来讲，哈，这段圣经在嘛咧给咱提醒哦，上帝的爱跟救赎会不会因为环境的恶劣变化停止？会不会？干没？应该是没啦哈。所以呢，这里提到哦，以赛亚先知要提醒以色列人。一定要带着极大的盼望。那这个盼望怎么来？他怎么说？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这个守望代祷勇士，他被比喻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守望者啊。所以咱在圣经内底，伊咧讲的这个守望的到底什么意思？我感觉就是看咱今嘛现在的人在谈论到代祷勇士，在讲的是一样的角色身份。所以代祷勇士他必须要成为守望者，而且要不懈、持续不停的为教会还有社会在付上祷告的代价。好，所以呢，我觉得教会需不需要代祷勇者？要哦。好，教会没有祷告守望的人哦，咱做这样拢在做工哦，你也发觉哦，这个教会的这个服侍团队哦。是，你也看到，刚刚袂输，拢个人咧冲啊，好，
那背后你会发现，这间教会怎么没有祷告的勇者在背后彼此代祷呢？好，甚至也没有祷告会啊，也没有大家彼此在那当中，你有困难，我为你祷告。这种心态、这种文化都没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礼拜我们大家都到教会，在做服事工作，那很危险。所以当时候，其实对耶路撒冷这些以色列百姓来讲，其实上帝期待透过以赛亚先知能够描绘出这个耶路撒冷能够复兴的图像，来强调一个守望者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在整段以赛亚书的背景里面，我是有讲的，以赛亚先知伊传达给这个犹大国。南犹大国这个信息，就是涵盖着整个审判跟应许的主题当中，一直在告诉62章之后，以赛亚书的后半段，都是着重在救恩盼望跟弥赛亚国度的建立。所以耶路撒冷的现况跟未来的展望，其实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我是有讲过，因为因背离神嘛，对不对？然后遭受惩罚，被掳到外邦。然后耶路撒冷城荒废败坏，然后底下中间和亚罗撒冷的恢复，其实各一摆咧甲点到这个盼望，或者以色列百姓期待他们能够再一次恢复，有机会能够建立那个耶路撒冷，曾经在那个地方敬拜神的景象。所以守望者的角色，跟呼召，它象征什么意义？它象征着代表的是一个城墙。高凸起来的一个观察者了，好，咱知影这守望者伊的职责咧，种啥？咱知影一个城市一个城有一个守望者的，是咧顾这个国家啦，固守这个国家嘛。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守望者他是职责是保持警戒的，他必须要监视着敌人的接近危险来的时候要发出警报咱若想看卖教会人有这个代祷勇士也当做什么警告？咱想看卖咱圣经内底这守望者是伫城，伊是国家的城内底咧守望的人但是呢，按照咱代祷勇士，伫教会做一个代祷的人，伊爱做什么守望？伊爱看有教会无属灵，伊爱看有教会人跟人的冲突的中间发生的时，他要怎么样及时的去给予代祷，甚至为他做鼓励，甚至引导他们在祷告当中回心转意归向神。你想，这个人与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有这样的祷告勇者会不会帮助？会。这个教会人冲突就会减少，然后人与人之间只要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不会看不见神，他也不会感觉到没有上帝的存在，他反而会发现说：哇，教会好窝心有一群在为我祷告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代祷者他必须要是一个有守，像这个守望者一样，在守护着，看到这个城池，看到监视到，这个敌人魔鬼撒旦的伎俩，在这个弟兄姐妹身上发生的时候，他随时都会有这种敏感度。好，所以守望者的职责呢，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在我们手边资料，以西结书3章17节，好，3章17节。好，我们要知道这个守望者，它象征是一种怎么样在忠于祷告当中不断的为这些信徒代求。好，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守望者，他是上帝亲自设立的好，咱来知影圣经内底有几个部分有讲到所以今天要跟咱这回来看以西结书3章17节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这里人子啊，这个人子是代表着强调这一个身份，这一个人这个先知他的有限跟软弱，表明他跟神的圣洁有着不同的分别。所以他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所以以色列神医标明伊讲上帝会改明确改以西结讲伊是一个守望的人这个先知以西结他是一个守望的人负责警戒百姓好，
所以咱来了解这个以西结，他当时候他是被掳到哪里？巴比伦的时阵，上帝透过异象给伊显现，呼召伊做先知，向那些悖逆的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家族警戒、宣布一个审判的讯息。所以这段圣经节表明说，守望的人，这个凸显出先知的责任啊，就是在做什么？像喺哨兵一样啊！哦，有人要来相拍哦，吼，教会有危险哦，教会会出代志哦，你若无守掉吼，就安怎？就会出问题啦。所以牧师一直过去要甲咱提醒，讲教会若内底有会友有问题，有冲突，人甲人中间若有意见无合的时阵，恁唔通闭口不言啦，恁得爱私底下来找牧师。甚至咱爱好好为着这个信徒来祈祷啊！好，所以绝对不是讲牧师上无用啊！我唔通去甲牧师讲这样代志爱保守秘密。保守秘密是咱伫小会内底，甲牧师保守这个教会秘密，然后好好去处理这个会友的代志，爱甲伊处理好势。所以其实牧师即阵有去过几间教会，发觉讲有的教会发生的问题真大啦。后迄个丢落的啦，含会友的中间发生足侪家庭的问题，受产生侪迄种真正毋是上帝欢喜的代志。所以我拢感觉讲，我拢去问讲牧师你敢有咧处理？你爱赶紧处理，这种代志袂使闭口不言，因为咱若闭口不言，就是魔鬼干赢，甚至呢，反倒等会友会甲翻头，佮甲伊讲这牧师无权柄、无能力来处理这代志，所以我感觉咱真做，无论是主的门徒，咱就爱做一个属灵的使徒。咱若是上帝所呼召的长老、甲执事、甲牧者，咱就爱定加伫守望者的职责上面，伫恁的家庭，伫咱所做的事奉，伫咱所接触的人，我觉得我们都要学习做一个代祷者的守望。所以我觉得这种生命很重要了哈。所以守望者的责任是什么？守望者的责任，它的重点在于，它是提醒人，在即将面临危险的时候，会该注意会该提起。好，所以我感觉讲教会唔免惊讲有人做唔到代志你歹势甲讲啦。我感觉认为你若歹势甲讲，你是害伊反倒等通常拢会发生啥？拢会发生人的冲突啦。最近牧师有一个足深的体会，咱教会嘛有姊妹，伊私底下拢会甲牧师讲，最近，因为最近我牧师真多谢你甲我愿意听我唠叨啦，真愿意安尼，互我会当愿意安尼讲我的代志。即阵其实我相信真侪同工拢有经历过。咱若回想起来，你会发觉，感谢主呢。当初牧师带领咱去甲伊针对这个问题，好好去处理的时阵，咱嘛无惊，咱嘛无因为讲这样代志无好歹势讲，唔通去讨论。咱颠倒伫祈祷的中间，好好为伊祈祷，甚至甲伊讲，你安尼做唔好，你安尼做，其实唔是上帝爱欢喜的事。咱做伙用祈祷，咱做伙用看上帝心意，爱安怎做更较好来处理。伊豆豆改变，甚至伊发觉讲伊厝里的人的亲人嘛对你改变所以我感觉守望者的角色。他除了能够担任警告罪人，让罪人懂得悔改，而且会让罪人在发现这当中的罪恶影响到他的生命的时候，人的生命会改变。所以我感觉咱信主的人真做一个啥？真做一个完全不懂得去看到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反而遇到问题，我们更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做一个刚强壮胆的人。勇敢去做一个守望者的职责，应该做的身份。好，所以很重要。祷告什么？我们要知道刚刚我们提到的祷告的什么持续性祷告象征的意义第一点很重要，我们要知道祷告的第一个部分祷告的持续性。第二点，我们要一起来看祷告要怎么持续。我们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62章第6节说什么？他说：“耶路撒冷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终日终夜总不静默。终日终夜总不静默。
吼啊，咱毋是吼，咱大部分拢是啊，我咧困啊吼，无我诶代志啊，即我诶代志过去啊吼。咱敢有常常伫为着咱教会，为着咱诶教会诶人，有需要诶人，为着咱诶社会，为着咱诶国家，常常为着安尼来祈祷。好，圣经讲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成为地上可赞美的。所以终日终夜总不静默，祷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工作。所以我感觉一个守望者的任务啊，他昼夜不停的要呼求上帝。好，当然这个方式，你会当用你的方法去解说。哦，你要时间用偌长，起码你家己去处理。但是对我来讲，我感觉咱爱时常抱着一粒有负担的心啦。常常为着咱的家庭的亲人，有可能身体健康，嘛有可能为着教会做困难。好，无论金钱上，无论咱的事工的顶面，无论咱人甲人的问题，其实无输拢一直抱着一个足大的感谢，就是上帝互咱有一个足好的工具，就是透过祈祷来解决问题。因为祈祷真正互咱人更加谦卑，知影咱人的有限、不足甲软弱。但是咱通过祈祷，会当互咱更较明白上帝伊要掌权。透过祈祷，你会知影讲家己不足。上帝，我主啊，这个时刻是你出手的时刻，因为我知影我真正无够，我需要你。所以，咱对教会建堂，对无到有，到今仔咱开始要去做一个社区的工作文化的开始。其实我拢感谢上帝，上帝拢伫及时的时阵。安排适当的人来到咱中间，好，所以不歇息的呼吁是什么？不歇息的呼吁实际上是守望者要向上帝不断的呼求，只等到他旨意的实现。所以你要问我讲，在你讲什么？讲祈祷要偌久啦？祈祷我会甲你解说，就是你所期待这项代志，祈祷的代志，未完成以前，你拢爱继续祈祷啦。你讲祈祷。若完成啊，你有感觉佫祈祷？当然祈祷，你通继续祈祷别项啦，这我会认知啦。因为我相信上帝咧帮助咱的生命是不断愈来愈成熟。嘛毋是讲咱祈祷煞了，毋免佫祈祷啊。我感觉你若有想到，你有体会到，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守望者。因为当你忽略了那个再继续祷告的时候，攻击就来，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上帝应许的完全的信靠跟坚持。我们来看诗篇88篇第1节说什么？耶和华我救恩的神啊，我昼夜在你面前呼求。好，我想这是一个这诗人特别咧，甲咱发起，伊咧甲咱讲起，伫咱伫困难的中间，爱不断，爱向上帝求讨，持续不断祷告的一种态度啦，好，这是一种态度。好，路加福音18章1到7节，耶稣嘛做过一个譬如。好，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注意哦，不义的官都会因为这个人民妇女因为来烦扰他，他都还会怎么样？还会成全他了，更何况是什么？这位公义的上帝。所以其实耶稣他明确的在表明我们在祷告里面是不要灰心的。也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再怎么样的困难，我们的上帝他一样会回应他选民的祷告。这是耶稣讲的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所以我感觉讲咱基督徒今仔咱台湾这礼拜进入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民主的时期的真大的变化，所以咱爱祈祷，爱为着咱家己这片土地，
为着头前，因咧为着台湾民主自由的人，咧争取的人，因勇敢。我咧想讲，咱基督徒有勇敢咧为着这些人祈祷。我讲祈祷最重要呢，祈祷袂使无看清呢。祷告的工作需要，而且我们要不断的持续的祷告。好，所以第二点很重要，祷告的持续性很重要，因为圣经说终日终夜总不静默。好，第三个，我们呼吁神的行动，我们要呼吁呼吁好，圣经讲啦，咱今日看的圣经在讲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我感觉这句咱来讨论看卖咱感觉讲这个呼吁伊的意思是咧讲啥物？新南之书你会安怎解释这句话？不要歇息。呼吁神，呼吁对，呼吁耶和华的。我觉得上帝在圣经里面常说祷告不可灰心，那要恒切。对。但是就是一种很忍耐到底这样子而已，我也说不上为什么，因为呼吁上帝我说就是好像就是用信心在尊敬上帝这样，就知道上帝必定会成就。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仍然祷告这样子。是。多谢。小丁呢？你感觉怎么样是不要使上帝歇息？这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啦？大家分享看看。丁弟兄，你觉得是什么？你觉得你的感觉？在想，可能是常常跟上帝提醒吧。常常跟上帝提醒，也是自己一种，我觉得是自己一种信心的表现。是，就是一种对。持续的话，让上帝看到你的信心。对，好，所以就像刚刚有讲到的信心。我们不晓得神会不会成就，但是我们恒切的祷告当中，我们知道主啊，我要呼求你，主啊，我要呼吁你，让你知道我心中有多么的渴慕你，渴望这件事情的成就。好，所以呢，其实它是一种持续对上帝的一种恳求了，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对上帝的恳求，并不是上帝会忘记注意不是上帝会忘记是信徒。透过祷告来表明他自己的那种迫切的委身跟渴望而且他会坚持的等候上帝的行为你要改我意思你若无这种的心志的时候，你就很难等候到上帝的成就。你要改我意思所以我觉得这种心态其实是蛮值得我们能够去教导，甚至认知到，其实当我们在恳求神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了解我们对上帝的那种渴望的祈求的态度的恳求，到底有多深到底有多深？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只是一种态度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一直等到上帝成全应许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里是什么？是耶路撒冷，它可以成为地上可赞美的对不对？我们这刚刚的圣经节以赛亚书第62章第7节。后半段他说什么？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成为地上可赞美的。意思就是讲，因为耶路撒冷还没建立嘛，对吧？所以祷告要迫切恒切到上帝成就了这件事情。所以，耶路撒冷还没建立，不是以赛亚吗？这个时阵要未啦。以赛亚的时候不是有耶路撒冷？是有啦，但是因今嘛是比利亚的时阵，他们这个时候是被捉，伫比利亚的时阵啦。还没吧？以赛亚还没被抓吧？不是以赛亚，我是讲以色列百姓呢。对啊，以赛亚的时候还没被抓吧？以赛亚时阵。以赛亚时阵应该要被互抓咁。对，我说这刚刚奇怪以赛亚的时候应该大约还没还是犹大王。那个谁刚过世的时候，对吧？该去的时候。无以赛亚他还没。你讲伫这个时阵要卖吗？因为以赛亚
等于第6章。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第6章第1节，乌西雅王。那乌西雅的时候，好，等一下。才什么时候？乌西雅是。历代志下26章，应该还没。可是62章它比较后半段了呢。后半段也一样。干嘛呢？因为我记得以赛亚好像是被那个马拉西放在树里面，然后把拦要斩死的。是。有啊，那时阵都到马拉西而已啊，都还没到后面呢。而且以赛亚是不是帮谁祷告，还让他多活了15年？那是，哦，那是的啦，因为耶西亚是西西家，对，所以那个时候应该犹大国还没灭亡，所以我就刚提的说，值得他建立。这是世间啦。西西家哈，所以应该是耶路撒冷还没有灭亡啊，还是在预言，我都不知啊。无，伊咧预言啦，伊是咧预表啦。除非他是在预言，如果是预言就有可能。但是你讲因迄个时阵，因是国家分裂状态啊。分裂啊。对啊，那分裂的状态，他会期待的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回到是一个完整的耶路撒冷的地方啊，所以这些合理啊。耶路撒冷是首都啦。对啊。你讲建立撒冷，耶路撒冷是他们统一这样子。对，类似这种的概念啊。是啊。因为所以你看整本因咧讲的东西，回到耶路撒冷，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讲有理无理，其实不是这个重点。伊咧讲的，所以我就觉得奇怪，建立耶路撒冷，对，不是本来就有吗？是不是？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表示也要你耶路撒冷啊，对吧？对吧？然后他们在那里那为什么还要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他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城上设立守望的吗？对。所以我突然就有点不懂这样子。到以色列的时候，密密麻麻，迄个上帝的。那是以西结啊，这是以赛亚，这不是以西结，以西结已经被掳了，以西结上厉害，这以赛亚还没啊。好，没关系，这个部分牧师下个礼拜我可针对这部分，我觉得这是蛮值得好好了解啦，针对历史的部分啦但是我的观念想法啦，因为其实我在看整本的旧约的时候，他们以色列国分裂之后，然后被掳之后，其实只要从被掳开始啊，就开始了，就有所谓的北以色列、南犹大。从此也没有统一过啊，直到1948年。对，大概1948年。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以色列人也是一直期待到建国？其实也是我过去是这样认知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再讨论看看啦。好，那没关系，我们继续接下去哈。好，我们现在看到哪一个部分？好，那个就是呼吁神的行动啦哈，就是只等到耶路撒冷成为地上可赞美的。那或许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时候建立了耶路撒冷？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就是说这段经文的属灵意义呢，其实也值得我们一起来探讨，就是祷告者的呼召啦祷告者的呼召到底怎么建立？我们可以看到神所建立的守望者的角色，并不是自己选的哦。守望者不是你自己选的哦，讲牧师我想要来做这个守望者，这不是你自己选的哦。一定要有相当的迄种的感动，上帝给你呼召的这种心志，所以他必须要有专注跟委身。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呼召里面有没有？我们看到出埃及第3章里面1到12节里面那等下这个故事我简单讲较紧就是摩西伊伫燃烧的气皮里面、荆棘里面有听到主的声，对吧？然后呢，他就被呼召去带领谁？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所以他最初的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但是神却赐给他力量，与他同在，对吧？所以这是不是呼召？是。好，所以一个祷告者，他一定要知道这是不是神的呼召。第二个，以赛亚的呼召有没有？以赛亚书第6章1到8节，以赛亚他看见上帝荣耀的异象，神问他说：“我可以差遣谁？”他回答说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所以我觉得任何的上帝的话语声音都是一种呼召的行动，包含我们自己要做任何的工作侍奉，都是要清楚知道是不是神的呼召。
所以我现在终于懂为什么以前我说我想要念神学院，然后我的牧师或者是认识我的朋友一定会跟我讲：你清楚这是上帝的呼召吗？这就让我开始去想我跟神的关系。那我有没有真实明白我是不是愿意谦卑更多的委身？好，第三个保罗的呼召。好，保罗的呼召，我们知道保罗在大马士革，使徒行传第9章，大马士革他在路上遇见复活的基督，被呼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所以保罗他完全改变了他的生命的方向。所以我们知道被呼召的人，他的生命会不会改变？是会改变的。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哦，祷告者这个代祷者，他必须要知道这是一种呼召哦。哦，那个摩西的呼召与以赛亚的呼召，保罗呼召，这种真清楚哦。上帝的呼召，像咱即摆，咱要安怎知影咱是被上帝的呼召？这个被上帝的呼召，假做一个代祷者哦，你家己本身你免会知？这是清楚的，上帝甲因讲的，迄摩西的呼召。以赛亚、保罗，咱即摆人被上帝的呼召，咱要来家己清楚。我们现代人怎么知道上帝呼召我们？这样是不是？对。是人之主，你即摆等下去考神学院哈，你感觉讲你怎么知道？你觉得这是不是上帝的呼召？我几乎有讲没有啊，因为如果有就读那个道学。道学。所以他们有问你这个。我今日讲你报唔对，你爱报神学硕士，我就去报神学硕士。去报哦，去考嘛。迄间你问我讲有顺利无？我讲有啊，真顺利啊。你讲敢有调？我就唔知啊，我就不知道啊，我就上去看看那个他之前有那个东西是。伊就给他显示外分数然后就写一句话叫做成绩未达录取标准。我想讲我无调呢，我想8个去考调6个，结果我无调。我说那有可能啊，我讲无讲就过啊，讲很久。我就去，我就想吐苦水，我说怎么连这都没有上哦？哪会安尼啦？怎么没有上我期末，期末足久的，嘛足艰苦的，连这样都考不上，然后祷告我就有一个意念在跟我讲，说我是考上的。我想奇怪，这就未达录取标准，考神学院呢？有啊，考下成绩未达录取标准，我赶紧给你看，未达录取标准。有考试是吗？我去考试啊。面试。面试啊。有面试啊，他有面试之前准备资料40%，面试60%。我赶紧去查讲。成绩未达录取标准的，我甲你去查。所以你还未去的时，我就知你会调。谁来讲的？我嘛是认为我会调。谁我会知呢？因为你是历史老师，你都未调上来。没有，我从8个一个，我搞来还本当真的，连前面6个都进不了。然后看到这个成绩，还真的不高呢，还在写未达录取标准。做就感觉我搞莫讲，我就想去台湾，那都无走去，真的没有办法，我就祷告，祷告完了。就那个意念，说我考上，说我不用担心我能上那个。这是神秘经验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我就说，那我就信了嘛，就这样，因为我也没有收到号码。我看这个是觉得，哎呦糟糕了，这，我自己都不太能信这个是什么意念这样，然后不知道，只是我当下我就很受安慰了其实我觉得，看到那榜单，我传到你讲，确实有上，对，真是感谢上帝，真的上了。所以那个东西，就安慰了。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出于上帝的，但是或许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有时候我们担心的东西是白担心的，无了就无听我讲的，要不课都知影调。我嘛是嘛，但是最近看到这我有没有唬你呢？成绩未达录取标准。我回去真的难过，我跟老婆讲说，你看连8个我都会，考虑我竟然是后面那2个。不过我这样听下来正符合我们接下来牧师所要讲的
一个祷告者的呼召，不是我们自己选的了，而我们要如何清楚知道是神的呼召，就是刚刚新天执事有讲到，他透过祷告。真正一个清楚知道神呼召的人，他会透过祷告，坚定他对祷告当中背后的那位上帝的应许啊。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哈，他不歇息的祷告，祷告者他具备一个坚定的信心，就像刚刚我们的执事他分享哦，这个有可能我连那个魔鬼，但是他祷告说主啊，不歇息的祷告，我知，不甘愿的祷告。对，但是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旁观者来看，对，其实我们大家都是觉得像摩丢勒讲的，靠可怜玫瑰。你太骄傲了，你太骄傲，故意不让你上。您太太来讲。我讲了，我讲你们讨个安慰不给我没，告诉你。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啊，就是说我们要清楚神的呼召，其实都只有在谦卑里面。顺服里面，然后更加看清楚说我们的生命需要主来为我们开路。所以我们一个祷告者的信心真的是好像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好像看起来看不出所以然。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坚定的应许。我们知道上帝让我们每一个做守望者的，是作为守望者，是让神跟人之间的一个属灵的桥梁，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做神的工作，我们要知道祷告很重要。好，我们做任何工作，你可以用很多世俗的眼光跟想法、知识水平去认定它，甚至去打扮它，甚至去让它更做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如果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你做得再好，都很容易让人看出破绽了。好，所以呢，祷告的第三个，我们一起来看我们手边的。祷告的能力与果效，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谈论到的啦。我今麦拄到一个问题甲困难今麦我祈祷敢有效？亲像头咱的刚刚讲的，靠赖上帝啦，迄种心志啊，靠赖上帝迄种，主啊，我唔愿啊，迄种靠赖，讲我安尼为你做遮济，我愿意的心，敢讲安尼个无够嘛？神的回应，他是透过守望者的祷告。然后促进了什么事情的发生呢？所以我们知道守望者的祷告会促成耶路撒冷的复兴。我们看到这个谁，这个守望者这个守望者这个以西结，他如何上帝立他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注意这是做大使命的工作咱拢知影，咱拢做想要真做主的守望的人，有任务在身。可是后面那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所以我是鼓励咱要做一个为主做工的人，咱爱先会晓为主先守真理爱晓守真理爱晓知影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道所以牧师头都有讲台湾的民主宪政正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守住那个真理了解不？台湾人，咱若袂晓去守台湾人应该爱有的民主的真理安尼你不配做什么基督徒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咱最重要，咱不是要挖倒一个政党牧师不是要教咱挖政党是要爱咱知影真理是啥所以咱看规个圣经内底，上帝先知拢一直咧鼓励这以色列百姓，恁拢该来找遐国家的王恁邻国的这一些帮助，但是都忘记了要来找耶和华上帝所以我们要记得祷告的能力跟果效。第一个，神的回应，我们可以从神的回应是告诉我们，守望者的祷告实际上是要促成耶路撒冷的复兴。意味着上帝他听见并回应他子民的祷告，所以他拄啊，我感觉神坛之书这嘛是一个我的见证事实有困难伊唔是足顺利的呢。那讲起来，伊这个考试嘛唔是真顺利呢，对不？这种的波折，那个奇怪，我已经愿意的心去要投考佫无，我的心我蛮烦恼呢，所以我真常我想，我敢要问一下。
说主啊，本来我就无做，你甲问我去查，你甲问了去查，我快我无调。哦你去查，我都不敢再讲，可是我觉得神，想等放榜再说。对，哦，所以之前我问的时候你都没回答。之前我无问，我也没看，你也还没看。我想说，牧师问会不会已经出来了，我再去查，我再去查一查。未答录取标准，那怎么办？我就不敢再讲了，更小梦高。没关系，我觉得神让我们更加的学习，更谦卑，更顺服，知道说凡事都有神的安排。好，但是神给我们的，可以，我今天就想这个，才给我那个意念，给我的叫用想太多。对。我才懂是这样。感谢主。可是我听你这样讲，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让你跟你太太能够经历那种短暂的那种，怎么会是这样呢？然后您太太跟跟你讲啊，你想骄傲啊，好，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重要啦。从我过去吗？我有那个意念以后，我还想跟我太太讲，但是我不敢讲，我怕万一又没上，那我就不能跟她讲。对。我不跟她讲，但我心里在想，我奇怪，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意念？明明我看那个是没有上的，为什么会给我那个意念是我一定上的意思？你不一定上，一种不用担心这样的，不用担心这种。我那个意念就是让我，可能就是我真的很伤心、很难过这样。什么时候说你知道你有上？今天回来，这信封看到才知道有上。因为我礼拜几就知道你有上。对啊，所以你拢知啊，但是我唔知啊。我知啊，礼拜六我就知道。对啊，你安怎知影？讯息不同啊。有去查。没有。所以你较早甲讲的，我就免加艰苦遐济工。无。知影，我想讲应该知影。我也上帝有上帝的心意。我没有去问，我等榜单啊。昨天礼拜二他说寄出，礼拜二我去看还没有寄来，我就，看来要不要讲，我一直等。所以我们刚讲祷告的能力跟果效就是在于要见证上帝的荣耀了。如果祷告没有能力、没有果效，那你觉得如何彰显见证上帝的荣耀？不是吗？我就是我自己资讯错误，我也不知道这样。对。是我看了那个，我去那个查那个成绩单查询，我会打录取标准。我就自己心里想很多，就8个去考，淘汰2个，这样我还上不了。我就奇怪，我跟真正这么多。你们知道我牧师在要决定要念神学院，是我大学毕业。那我原本要报考，我就是报考台湾神学院，然后我去考完没有上，我也很难过。我也在靠了兄弟，讲兄弟啊，我就已经有那份感动，想要去念神学院，然后我就去当兵。然后当完兵的时候呢，在当兵期间有一次，这个台省的他们去台南募款，然后去大光教会，去我们教会啊，然后在厕所的时候，那个牧者在阮爸爸了，因会甲阮爸爸讲鼓励咱的青年就去读新航医啦。然后我爸爸就说，阮囝要去考就考无过咧，恁就无要用伊咧。然后后来我说，爸爸你袂使安尼讲。后来我这样回想起来其实后来我回来是我退伍之后，我去念台南神学院，我觉得是上帝的意思。因为其实我很早之前想要去台北，是我想要离家，我不想要在家里。但是而且我很喜欢在外面的生活，所以我从以前念台中的大学，然后毕业后我很想要离家，所以我希望离开家越远越好，所以我就报考台湾神学院。所以到后来我这样回想起来，当我当完兵的时候，我发现我都在台北当宪兵嘛，很冷，那环境不是我习惯的环境。一退伍毕业后，我妈妈问我说：“你要考台省吗？”我不，我要来考南省好啊。所以到最后，我发现，让我在我很熟悉的台语的环境，然后对本土化的民族意识的很好的环境，然后帮助我能够对神学、对信仰的教导能够有很大的提升。所以我觉得，当我们要见证上帝的荣耀，很多时候祷告会是不断的在祷告当中去见证应许上帝如何为你开道路。所以我说，祷告绝对不会是你祷告没有成就，那就上帝就没有办法见到上帝的荣耀，不是，而是上帝要让我们透过更多的祷告，一直到等到上帝成就。
所以我觉得神都有他非常美好的心意啦哈，所以很重要。祷告的能力跟果效就是神的回应跟见证神的荣耀。好，最后一个祷告事工的挑战哈，祷告事工的挑战我们要知道有几个部分要我们一起来看哈，就是祷告的持久性啊，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教会的祷告事工，不管是祷告团队，我们要期待能够建立中保祷告团队。我们都需要信徒愿意投入时间跟精力，不是短期的哦。好，所以咱就算后摆吼，咱若真正要来做的时阵，咱开始互咱兄弟去填写，要来代祷的时间就是1点钟，你得爱付出代价。你袂使讲啊，无输我敢当加来祈祷30分钟、几分钟呢？我讲袂使，我们就是要坚持1个小时。你必须牺牲你其他你要完成的事情，你必须把那个时间空出来。来到教会，这个才是祷告守望者啦。守望者跟人讲哦，啊，即摆军队吼，迄个敌人要来啊，你讲我来走来变数一下，袂使啊，你也准备用拍。所以很多时候守望者的角色是该做的时间点，你一定要把它完成。好，这个哦，这个祷告的持久性哦，是，这个意思是讲，你爱持续一直祈祷，还是讲你即摆咧祈祷爱祈祷足久？这两种，拢唔是。你若讲持久性的是，你若讲咱即摆持续，我头先讲的重点就是持续祷告到上帝应许，而让我们见证了上帝的荣耀。哦，上帝，感谢你，你为我完成这个工作。安尼这就是。个另外一种，哦，你祈祷爱祈祷足久啦。啊，祈祷足久的，这个我是感觉迄其次啦，迄看个人啦，迄看个人。迄看人的体力。对，有的人伊就较。上较济啊，讲袂出来，伊就讲足长的。你祈祷久的是，我相信足侪重复的啦。重复咧祈祷的，圣经甲你讲，你不要重复祷告。是啊，唔得像外邦人安尼。啊，所以马紧，我感觉这拢是看个人的习惯来咧评断啦。啊，看毋是信用内底咧讲的。我是讲，我祈祷啦是讲重点啦。你要为什么祈祷重点呢？祈祷问你。祈祷足久的是，你这个。但是咱大部分吼，咱会当对咱的教会内底的人看出讲，这间教会内底的人哦，这个人，伊敢是常常用祈祷来咧印证上帝所要予伊的挑战啊。好，这免怎讲呢？就是讲，你有当时咱看伊咧，你咧甲伊表达你问题的时阵吼，你会当看出来啊。好，所以我捌经历过吼。迄真正做有疼心的人，因伫信仰上爱祈祷的人吼，你甲伊描述你的过程吼，描述你的状况，描述你的困难，他马上就会带你一起进入祷告哦，你就会知道他是一个时常持续在祷告中为别人代祷的人。好，所以我咧讲的是安尼啦。啊，所以哪一种较袂爱去为人代祷的是啥物呢？就是吼，伊后逐摆来拢甲你问共款的代志啊，啊，拢甲你问讲啊，你好无？啊，拢敢若拢毋捌你安尼啦，安尼要注意哦。有当时你讲，你最后你家讲我会为你祈祷，但是后摆来你搁家问讲，啊，你最近安怎？你顶礼拜家问讲，啊，你家讲了，讲哦，你就安怎？但是下次来了，你又再问他同样的问题，然后别人就会认为说，啊，你顶拜了，我就甲你讲了啊，你就我就拄着什么问题啊？你看即礼拜搁咧甲我问讲，啊，我即礼拜好无？吼，啊，我搁有需要什么代祷无？都没有去做检视、查核啦、查实，所以我感觉讲，一个代祷的人、关心人的人，会晓有这个心、有这个负担，就是讲，我关心人，我为伊祈祷了后一礼拜，我若拄到的时阵，我就会想到讲啊，顶礼拜我敢若有甲伊问到啥，啊，我就去想讲啊，你这礼拜你有经历到上帝甲你为你开路无，有为你备班无，吼，啊，到成就。伊若讲无呢，无要紧，咱阁继续来祈祷。这个连接衔接最重要。好，所以我讲，咱即摆要为人祈祷，咱要做一个会当常常甲人祝福，甚至陪伴的人。无数拢期待讲，咱拢会当做一个带导者，好，属灵带导者很重要。对，来。所以你头拄啊，有咧讨论一项问题啊，讲，哦，你去教会吼，啊，看到一寡长老，也是啊，讲内面吼处理真正吼。啊，信徒之间的一寡问题啦。我是认为，因为咱是上帝的子民啦。
咱敬拜这个上帝，咱尊敬这个上帝，咱都是来进入教会，就是爱谦卑啊。你要谦卑上帝面头前。你若无谦卑的时吼，你若无谦卑，你心中就是无上帝啊。你较会不时制造一寡迄落教会一寡问题出来。你若家己也知影讲这个问题哦，你敢有一寡人甲人中间的所以啊，会冲突啦吼。你冲突的中间的事，你都要想哦，我伫上帝的面前哦，这个态度敢对？安尼你就表示讲。你若要持续把这个代志一直持续发生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的心中根本没有上帝。对，所以啊，咱教会内底一定有这种兄弟。啊，若有这种的人，咱做信徒的，咱看有，但是咱阁无要甲伊为伊代祷，嘛无要甲伊讲，嘛无要甲伊教导，安尼人哪会成长？人哪会改变？咱就等于互伊自我毁灭啊！你了解我意思无？虽然伊即摆咧做的代志跟他类似，他还是依然在做同样的事情，犯同样的罪，不认识神，不相信神。但是咱就爱去甲伊教导、甲伊陪伴、教育，教导、甲伊引带，为伊代祷，甚至伊若做毋对代志，咱嘛都像所以无事啥啦讲，咱即种陪伴咱身躯边的兄弟，咱就是爱甲伊提醒、甲伊讲互清、讲互明。唔通安尼有所隐藏，我感觉安尼就改变啦。所以我较重要是放伫咱要安怎做啦，咱要安怎做。我来。丁弟兄。我说对这个代祷真有感想的讲，其实就无信靠的人，还是咱家己的人咧看我觉得有一点，有时候有一点轻了啊。轻了。就是讲，但是咱们拄着猫咪人是。即个猫咪人伊特别想关心这个代志，咱两个讲，猫咪人我拢有咧帮你代祷哦。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可能不一定符合上圣经教导。来讲，咱要讲代祷其实还是要有行动，袂使甲讲我拢甲讲话啊。对，没错。就讲，比如讲咱关心啥物人，你除了代祷，你还是要有一些行动。没错。我们关心自由民主。没错。咱哪有谈不起话比如讲我是奉献时间还是金钱怎么样？是。你才能够落实那个代祷。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对。我感觉有当时有人诟病，讲你祈祷有当时人讲，我拢有帮你代祷，将来捌看过这个来做啥？到时阵甲讲一句话安尼。我的经历我要讲这个是部分，就是说，大部分的基督徒啦，很多教会基督徒都是连这个。要跟人家说我为你祷告这句话都讲不出口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行动是做这个教导，但实质上对我来讲，我要为别人祷告之前，我一定会做一件事情，我说是关心、建立关系，然后呢，我还会问他一句话：有没有需要我为你代祷？有没有需要？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经过你的同意，我才会为你做这个祷告，所以就没有所谓的情勒反应了。那后面呢？我要怎么关心？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今天问你，我关心你，跟你建立关系，认识你了，然后你也说你有需要代祷，我也为你祷告了。后面1个礼拜后，我会做的动作就是我会记得，你曾经跟我讲过你的问题、你的困难，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陪伴关怀的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好，所以我觉得谢谢彬弟兄他讲到这个也很重要。但是我现在讲的大部分是一个单纯的，我们要为别人代祷的这个事情，其实在一个教会里面，每一个基督徒，不管对自己的家人也好，我们都是需要，因为我相信祷告是我们与神连结的一个关系方法。若无祈祷，安尼咱是要安怎看上帝？敢若看上帝话，有看阁看无，对不？若阁无看，阁较免讲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就只有2个工作：读神的话语，祷告，就这样。所以，祷告来讲，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时常说，我可不可以为你代祷？我可不可以我当为你做好祈祷不？其实这个都是一种询问，都一种祝福，期待我得着这个福分，我也希望你也可以得到这个福分。我有点问题了，为
为什么我帮他带导，我要征得他的同意？我那边提祈祷，我看他们祈祷就对祈祷，我要问说，我可以为你带导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我也祷告，我就跟上帝，我就在上帝面前为你祷告，我为什么还要问你？你要互一个人替伊祈祷啦，你本身哦，家己往哪祈祷，你若无祈祷，我讲哦，这也是无效的。你敢若分段祈祷，敢若要想讲别人拢互别人替祈祷，你祈祷家己免。不过刚刚宾弟兄他讲的是一个未信者啦，其实，在未信者的身上一般来讲，他们是把我们基督徒的祷告认定为是一个做法，做法咯。有的人一起真正按照认定哦，因为他不懂什么是祷告，所以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啊。可是如果你常常跟他讲说，哎，我觉得你改变很多呢，他说真的吗？因为我在为你祷告。哎呦，原来你在搞做法了，所以我曾经这样讲过以后，发现说，原来我为别人祷告，在未信者的心中，他们是认定你在改做法啦，当然这是两种无同款的角度在看的代志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我还是很有疑问，是，因为我们替人家祷告，我们有需要询问吗？进入内室，关门起来，在上帝面前祷告，我们这种事情需要去跟他讲说，我为你祷告吗？不需要吧？我们应该是好好的看，在那里看上帝的作为，是这样子，应该也不是跟他讲吧，对不对？我们就为他祷告。对，我们在讲的这个部分，应该是主要是单纯让未信者了解到祷告的作用，在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你要去跟他讲。说有对方讲说，我能不能为你祷告？对，他能够第一手接受到你的关心。没错没错。事实上，你如果没有告诉他，你说他能够知道你在为他祷告，对他不知道了。你永哪一天他完成什么事，你说我都在为你祷告。对。其实会有情勒的感觉。对。好像说你突然间出来邀功怎么样？没错。我都不知道你。他都无果效的，比如说他就是这个继续祷告，肠胃都一直不好，那你说一直为他祷告，那他一直好，但是他就一直不好，那这样怎么办？所以有时候上帝的意思不是我们。所以我才说我们应该怎么带祷告，我们应该怎么带祷？怎么带祷？也是要去寻求上帝的旨意。才知道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没有，我意思说，祷告当然可以不用问他但是你问他能不能祷告，我觉得是一种关心的传递。他才会感觉到，特别会感觉到。对。所以这个也是在传福音里面会做的一件事情。对。所以这个没有如果站在我们基督徒跟神的关系上。就像新天执事所讲的，这个没有所谓我们要征求谁的同意我才能这么做。但是其实我在辅导一些特别比较年轻世代的年轻人，他们对祷告这件事情，他们还会征求要不要征求父母亲同意。所以很多东西你必须要让他明白，祷告实际上是一个我们跟神直接的关系。而且在于你自己有没有期待，能够透过祷告，能够让上帝来亲自来为你开道路。那其实我们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不同宗教，比如说有对。他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我都跟他讲不用，因为我知道他跟我们信任扎的不一样。当他说为我祷告，我说不用。你当然你自己要去祷告，你可以去讲。对。但是你问我的时候，我不用你怎么祷告。对。好，大家有稍微清楚了哈。这个大家的我觉得我们这样分享都是很好的。我觉得我们都是站在信仰真理的角度上面去探讨，到底祷告我们会经历到、认识到，甚至遇到什么样不同的情况，那么我们都能够多方面的角度去做探讨，帮助我们在传福音、在与信徒之间、在传递祷告的各功课上，我觉得我们会更有经验了哈。好，谢谢两位的分享。那我最后把它讲完哈。就是祷告事工的挑战会遇到的是持久性的问题，还有面对等待的耐心。好，这是大家要了解的。在祷告事工上的挑战就是这两个，无非是这两个：持续性跟等候的耐心。好，第二个，祷告的属灵操练就是我们要了解到，就是灵命的警醒啊。代祷者必须要保持灵命的警醒啊。那个守望者要随时关注
关注那个你所祷告的范畴的动态，好，要及时的向上帝呼求。好像譬如说，我现在在为我的孩子，为我老大泽恩，他前阵子他时常会打人，还会听说还会比中指啊，好，都在我无意间在外面哦。那我后来我就去了解认识，我时常是去到安亲班，然后去询问老师，然后我就时常一直放在祷告中说：主啊，我是你的仆人，我的孩子我缺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我缺少跟他沟通，我缺少跟他教导。我也缺少跟他分享神的话语，所以我不断的反省，甚至不断的祷告，甚至告诉我的孩子：感谢主，最近我的孩子好像突然间变了一个人，只等到上帝应许。所以灵命的警醒就是在这里。当你看到一个问题的发生，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的经济，可能是你跟人的关系上，我们都要保持着一个警醒的态度。第二个，团队的合作。守望者他往往不是单独行动的，好，不是单独行动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祷告当中，如果你觉得在祷告当中很无力、很大、很深的无力感，那我觉得好，我们大家彼此勉励，你可以邀请一些同工，邀请一些弟兄姐妹跟你一起祷告，好，一起两三个人一起祷告，那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好，那求神帮助我们。好，那有没有什么要好？一些问题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以赛亚书那个，只等他进耶路撒冷，这个要再查一下。好。第二个是以西结那个，以西结这个3章17节，他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所有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那据我的了解，以西结他是被掳的，他被抓去。巴比伦那边抓去了，那他都已经离开以色列了，怎么做以色列的守望者？我的意思就是，他都已经离开了，他已经被抓走了。对。他怎么还可以做守望者？做守望者还怎么警戒他们？他已经不在那里了。对。他已经不在耶路撒冷了。就是你看嘛，人在苦难的中间，伊开始了解伊遐人民的困难。所以，咱像讲，咱伫苦难的中间的人，咱开始知影咱家己人的讲的方法、想的想法，然后他又站在上帝的眼中，他就成为一个传递这个资讯的最好的代言人了。那如果上帝呼召一个不是被抓的，是从耶路撒冷，可能的正统犹太人，伊无向掠去的犹太人，假设，我假设无向掠去的以色列人。上帝啊，呼召一个安尼犹太人来做先知，然后走去比利的所在，甲讲这话，我想迄个公信力应该更无太强吧，对无？你若读到以色列的时哦，根本是上帝要甲伊来个选民甲灭掉啊，真正要甲毁灭掉啊！迄上帝真正离去。你看摩西嘛是啊，摩西嘛是伫埃及人的内底嘛，对无？几乎拢是伫当下的人群内底，无共的所在去。以西结书第1章第2节，他说：“约雅斤王被掳去的第5年4月初5日。”第3节，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意思就是讲，约雅斤王去用掠去的时阵，伊已经对着被掳，其实他等于是第2次。还是第1次，第2次被掳，第1次应该是但以理，第1次被掳，他是以西结是第2次，但是犹大还没有亡国，犹大这时候还有那个西底家，最后还在耶路撒冷，不然艺术公他已经被掳去这边了，所以第3章那里说你要替我警戒以色列，那3章4节说你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将我的话对他们讲说怎么样，然后后面才说那个立你做守望者什么，要警戒以色列。我想问他已经离开以色列了，他要怎么去警戒以色列？还是只是留下这段话？兵弟兄，是我查到的，加工就是以赛亚先知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人他确实经历了被掳的事件，但是北部的以色列王国灭国是在主前722年，那时候是在以赛亚先知早期的时候，他被亚述帝国灭掉。那南犹大王国的话，它是在以赛亚时代末期
它是面临亚述的威胁，但是没有被完全毁灭掉。它是西西家王朝的时候，亚述王希拉基入侵犹大，那个犹大国南部的，然后把掳走部分的居民。但是以赛亚先知，他的目的是，他是预言了以色列人会被掳，然后他要安慰他们，并且告诉他们，神会带领他们，那一些被掳的人会再回来。这样，这是 AI 跟我说，所以就是他预言后面被掳的事情，所以要后面才要重新。对，那是预言。然后在以赛亚早期的时候，那时候确实北部的以色列王国已经被废掳，被那个亚述帝国灭掉，对，然后被掳，那个居民就被掳到亚述帝国。对。但是南边的犹大王国的话，它是在以赛亚时代的末期被那个入侵，但是它只抓走部分的。对。没有，那个是亚述国，后来亚述先灭亡的，后来是那个巴比伦新加尔底亚尼布甲尼撒的时候才灭掉犹大国，以赛亚是先死，犹大国，以赛亚死的时候犹大国都还没灭亡。所以如果要预言耶路撒冷被攻下来，事实上是预言。那甚至连以西结都已经被抓去往巴比伦那边了。其实犹大国都还没有灭亡，都还没有灭亡，还没。但是他后来预言说会灭亡，所以他做出很多的演示，就是演示说这个会灭亡，就是一直这样子讲出来的。是以赛亚先知去世之后，巴比伦入侵，然后把南犹大王国被巴比伦灭掉，那时候才大部分的居民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北边的话，已经在以赛亚早期的时候就被亚述帝国给消灭掉，然后居民就被掳走了。那北国以色列国的首都是在撒玛利亚，它并不是在耶路撒冷。但是这里所讲的就是为什么它耶路撒冷还在嘛？耶路撒冷是南国的首都嘛，对，所以南国还继续还在，还留着的。对，所以是预言啊，对不对？应该是预言啊，所以你才刚问说以赛亚为。可是我的意思是，就同样在这一句62章6节，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那表示耶路撒冷还在啊。那为什么后面还讲，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成为地上可赞美的？我的意思是在同一句里面，他也没有说明。那这句话我就觉得读起来很奇怪，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这里这句应该怎么解？以赛亚先知他预言了以色列人会被掳，但是他同时安慰他们说，将来神会再带领他们回来。回来就在建立，就会再带回来。那时候以色列人后来就被带回来了。对。带回来的时候再建立。整体来讲是这样。我的意思是，就这一句里面，他这样前后，我就觉得会不会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在讲耶路撒冷怎么样，而是有别的含义。不是照字面上去解的一个意思。那以西结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他这里是讲说，他人都已经不在以色列了，都已经到巴比伦去了，他还要他去警戒以色列人，那是要怎么去警戒呢？因为他有去耶路撒冷是被提去的是耶和华的人提他去的，但是人毕竟不在那里了，如何警戒？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读起来，我以前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可是今天看到这个以后，我突然想到，那这问题，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上帝要我们从这里，有的时候是要我们读出什么意思来？好，没关系，我再回去我们再讨论看看，再研究看看。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一起为今天我们一起所领受到这个代祷者的工作我们要怎么样持续在祷告当中经历神的荣耀跟恩典与应许？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跟预备。那求神呼召我们更多的代祷勇者，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心开口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一起在神面前，透过祷告，透过学习，能够认识到神你的恩典跟祝福。让我们透过祷告来经历神你奇妙的工作，能够使我们的心时常在祷告里面经历神的大能。主啊，我们在主你的话语里面认识到神你教导我们去经历祷告作为一个守望，应当做尽本分。主啊，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去认识到神的恩典真理。我祝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去认识到神，
让我们的生命得到祝福，也让我们能够继续为主而活。谢谢主，我们的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祈求，阿门。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教导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与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主，你要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恳求神也照着神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所祈求的事上，让我们学习作为一个祷告的守望者，为教会、为国家、为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属灵的生命来代祷。我们也恳求神来帮助你的教会，祝福你的教会以及在座的每一位同工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学习祷告的工作，作为一个守望者的态度，能够时常在持续不断的操练祷告，然后不断的印证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你的荣耀。恳求神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在神你的爱心上面有根基，也就是透过更多的祷告来求取神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做改变。愿主你亲自保守我们的心，带领我们接下来前面的道路。我们也要特别为这个礼拜六教会要进入市集的活动里面去宣扬耶稣诞生的日子，也恳求神带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喜乐的盼望，将主耶稣诞生的好消息分享在每一个里民我们所接触的朋友。也愿主保守你的教会，复兴你的教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感谢主，也带领今天兵弟兄一起来到我们当中，一起分享，一起看神的话语，一起分享神你的教导的功课。我们愿主你继续保守他的生命，也保守他的母亲在身体，在他陪伴照顾当中能够保有平安。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